吕中堂，你不要欺人太甚。对付洋人，你们一让再让；对付老百姓，你们却一压再压。秦四爷他死了，可他是为了你们王爷死的。他虽然是草民一个，可那也是一条命啊！他不能就这么白死了。在你们这些当官人的眼里，老百姓的命就这么不值钱，就这么鸡狗不如吗？今天我算是看透了。我说，七舅，七舅，起来，咱这状不告了，这替身再也不当了。明天我们就把这张状纸贴在前门楼子上，让天下人都看看你们朝廷是什么东西，什么出使啊、和谈呢，去他娘的蛋吧！对，走，把他贴前门楼子上去。他们当官的不管老百姓的死活，咱们管他干什么？走，走，走！等等，虎姑娘，你这样做会坏了国家大事啊！不，坏了国家大事的是你们。七舅，咱们走。好，站住！虎姑娘，此事非同小可，千万不能莽撞啊！你们刚才责备本官的话，本官不会怪罪你们，这本来就是实情。你们深明大义，不为生死替王爷当替身，本官从来就不小看你们。可是你们还不真正的知道朝廷的权势的威严呐！你看，这小小的金簪，它代表着当朝最高权力的象征，不仅关系到本官的命运，也会关系到二位的生死和王府的安危呀。虎姑娘，本官说这番话，要你们顾全大局，不要感情用事，保护王爷出使成功，利国利民呐。有道理，有道理。哎，中堂大人，能不能把这个金簪再给我看看？可以。哎，哎，你怎么把金簪扔到井里去了？什么金簪？我没见过金簪呢。中堂大人，您见过金簪吗？我金簪，看来中堂大人也没见过什么金簪，对吧？对，对，本官没见过。请问王爷、老福晋、贵府见过金簪吗？没见过，本府从来没见过什么金簪。七姑张文志，奴才在。你们俩见过什么金簪吗？奴才从来没有见过什么金簪。没有见过。看来金簪之事纯属无稽之谈。来人呐！大人吩咐，将凶犯装入麻袋，沉入后海。这。启禀王爷，老福晋，本官告辞了。中堂大人，慢走。哎，九爷，你刚才使的是什么计呀？啊，
这个叫打狗计啊，咱打的是没主的狗，那打死了白打，活他妈的该。对，活他妈的该。小小民民拜见老快父亲请起快请起王爷，快请起。多谢多谢老父父亲，亲，多谢王爷。七舅，你真是又立了一功啊！嗨，玩点小花活算不得什么。哎，中堂大人临走的时候跟你说了什么？中堂大人他说活他妈的该。他说活他妈的该。四爷，您老的仇已经报了。您在九泉之下可以瞑目了。你到德国公使馆去，把这封信交给穆莫公使。是，你告诉他，俄国人想阻止王爷出使，让他们在使团访问期间保护使团的安全。卑职遵命。好，去吧。这怎么？有什么困难吗？出使的随员中，除张文志以外，严禁太监随行，而以往宫禁中又多以太监行事，故而使团中的各方人等有难物色。至于离开国土、漂洋过海，卑职心里就更没底了。